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9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真要紧的词。这个词伫咱的生活当中时常会去讲到。国语讲不一定哦，有可能哦。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咱都爱讲反射，甚至会使讲反射。教育部就写这两字，这两字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到底有文献还是无文献？有较好的字会使用无？今日咱就要来讲清楚，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教育部安怎写。反射，教育部就写这两字，意思就是也许、可能。这字反安怎解说？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反做决呀？哈，你讲这字安怎读？这个字伫动韵、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，拢用古法切、古法决，读作决是入声字。这个字若是用国语来切音，就完全无正确啊。古活切读作国，完全无正确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讲这字决，这字决是入声字，但是因为受到普通话的影响，这个入声已经慢慢在消失啦。咱即马拢读作歌，这字歌咱大家拢知，就是包括的意思。做歌呀，就是包含做坐、做讲、做看，也就是平凡、普通的意思。讲文内底的解说，常呀、解呀，这就是常态的意思。常态就是正常，就是普通，就是平凡。正文内底的解说，大概呀，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，真差无偌济的意思。甲教育部的解说有淡薄仔相像。咱若是无确定的时阵，干那一个办法，就是来查文献。一开始，咱伫先前两项的范围内，甲查反射这两字，出来的结果就是无。过来，咱若是甲范围改作汉代之后，来甲查反射这两字，出来的结果嘛是无。即马，相信各位拢甲小张同款，头绕咧，心内咧想，哪会安尼？有别字会使用无？小张建议会使写这字，这个字安怎读法？伫讲韵、集韵、正韵内底用符、翻、切音，就读作翻。第七调的翻，这个第七调对应的就是唱的声调，所以这字读作翻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咱即马爱来做一个补充，这个字到底安怎读？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写甲真清楚。确实读作翻，这个声调是第几调？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写甲真清楚，就是第七调。第七调对应的就是唱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确实读作翻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第七调，但是伫咱的民间，大部分的人拢读作第五调。第五调对应的就是高的声调。所以，伫咱的民间，大部分的人拢读作还。什么是还？咱来看这幅图，相信各位拢知，这就是还。用这字还，到底有妥当还是无妥当？当然就是妥当。小张毋则敢讲。这两字到底安怎读法？咱先来讲后壁这字，这个字读作细，对应的就是爸的声调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第一字。咱拄则已经讲过啊，韵册音爱读作第七调，在变调的时阵，七就爱转三，第三调对应的就是爸的声调，所以这两字读起来就哪参像是爸的声调，读作反射。除了反射以外，嘛有真侪人讲反射。第二个射，因为是上尾字，无需要变调，所以维持本调。第一个说爱安怎读？第三调变调的时阵，就爱变第二调。第二调对应的就是好的声调，所以讲这四字就爱读作爸好爸。反射，就是安尼读法。反射这两字的音甲声调无问题，但是写这两字到底有道理还是无？
咱若是要控制范式，咱就爱有法度控制方式。但是，啥物人有法度控制方式？除了上帝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？所以讲，即个方式，咱完全无法度控制。不管是有还是无，不管是强还是弱，甚至方向，咱完全无法度控制。所以讲，即个风要安怎吹，拢无一定。既然咱无法度控制风势，咱就无法度控制范势。所以讲，即个范势，就是无一定、无定着、有可能的意思。来，咱即摆来讲文献。这首诗叫做《春望娘石头城》，作者是唐朝的老业。这位老业真有意思哦，伊家财万贯，佫真够写诗。咱即摆就来欣赏这首诗。江山不改兴亡地，官改自为争后尘。范式挂风轻若石，浪声吹雁贴如林。范式就写伫即个所在，会使轻若石，就会使动如山。所以即个范式就是无定着、无一定的意思。咱来讲第二篇的文献，这首诗叫做《送当年崔仙辈》。即个作者是唐朝的苦魂，爱看清楚、听详细哦，是苦魂，毋是苦文哦。咱来欣赏这首诗：西风范式轻，南堡变离情。菊烟含秋水，荷花缀雨声。这个范式就写伫这个所在，敢一定干那会使吹西风？无一定啊。敢袂使吹南风？敢袂使吹北风？敢袂使吹东风？拢嘛会使，甚至会使轻，会使重，会使有，会使无。佫一摆证明，这个范式就是无一定、无定着的意思。这个吟诗毋是我小张的专长，所以这两首诗到底读了是对还是毋对，我嘛毋知。但是声调是真好听啦。明明就无啉，哪会安尼用要牙起来，用要飘飘欲仙起来？嘿，实在真趣味。咱话讲倒转来，小张若是有啥物所在读了无好势，欢迎各位甲小张指点，互小张一个学习甲进步的机会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伫国语内底讲，也许可能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都爱讲范式，嘛会使讲范式。第二，教育部的范式就写这两字，小张感觉真无合理。安怎讲？第一，意思毋对；第二，无文献的支持，所以这两字袂使用。第三，小张认为范式就爱写这两字。写这两字，音、意思、声调拢正确，无大紧，阁有文献的支持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